中科院研发的水底无人系统回量专案，伫海上测试的时，3个员工下落海，加载拢有救起来。美国第2届执行淡气死刑，受刑人绑伫眠床顶，身躯会扯，看起来真痛苦，有违反宪法的疑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67岁石破茂当选自民党总裁，10月初1对正最新首相来看伊的政治主张。伫日本内政的方面，伊要改善一票直达、东京人口集中的问题。石破茂为地方出身，嘛强调地方的力量，伊关注农业、女性和劳工的议题。伫国际部分咧，石破茂捌做过防卫大臣，伊支持建立亚洲版的北约，透过同盟来应对中国甲北韩的威胁。另外，石破茂嘛真关心台海，伊伫咧2022年和跨党派议员来台湾，有和前总统蔡英文见面。今年8月，伊也嘛来拜会总统赖清德。虽然石破茂对中国的态度较保守，无像过去早苗大家遐硬，不过石破茂讲到中国的威胁，伊认为台湾和日本咧面对紧急状况，伫法律和部队的运作要达成共识，避免东北亚变成乌克兰的状况。ぜひとも総裁選挙に出馬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今年8月访问台湾时，石破茂头一摆讲，因为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将伫第5摆参选了后，将有正式选日本首相。而且石破茂访台期间也拜会总统赖清德，表達對台日合作、確保區域和平穩定的重視。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今年67岁，石破茂出身政治世家，对1986年头一摆众议员到即阵连任12摆，捌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并且创立水源会派系，政治经验丰富，捌做过防卫厅长官，甲防卫厅升格了后的防卫大臣。长期注重国防议题，被称作安保通。近年来一摆讲到今日乌克兰明日亚洲的讲法，提出统合日美美韩这同盟，成立亚太版北约。不过对中国立场一向被认为比较和缓保守，也因此引起质疑。石破茂他说，这个台海出事，日本呢不应该表态，就是回到模糊。但是说呢，国防的一个专家，所以说对中国的这个抗衡，其实我觉得大的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啊。他当然也是同样对中国的崛起，还有台湾受到武力攻击抱持着高度的危机感哦。可是每次他提到如何援助台湾的时候，他总是必须先强调，就是这是在一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进行，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参与其中。那日本有很大程度可能会依循着这个美日同盟的路线来做。学者认为，石破茂上任了后，自民党对已经过身的首相安倍晋三传承落来，对台湾甲中国政治甲立场未有相大变化。因为咱外交部是讲，伫石破茂当选新任总裁第一时间，已经指示驻日本代表处代表政府第3号电。另外，新疆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民众党也共相来祝福，希望继续深化台日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台中一台校车撞到电动奥多摆，害74岁负责人当场死亡。下午点半，有一台通联客运撞到3台车，造成1个人重伤。市长罗秀燕宣布，公车道执法的专案会延长到改善为止。来看巨业客运的公车，拢是东海的查某大学生。大后民众指控讲，同款是巨业客运的公车，伫太原火车站附近驶指向乌白砖。台中市决定甲巨业交通上趁钱的300号，也就是走台湾大道迄条路线，甲路权没收3个月。再来关心中科院研发的回量专案，是一种伫水底受的无人系统，看起来和畅水男是马共啊马共。不过最近伫海上测试的时，有3个员工无细致摔落海，加载是拢有救起来。外界拢真关心这回量的用途是啥物？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伊是测试用的平台尔。不过有专家分析讲，若准研发有顺利，伫战争的时，嘛会当来收集情报。工作人员徛伫一只浮伫海面，看到那像细只的尖栏顶悬。这是中科院开36亿6千万执行回量专案，甲量体造船共同研发的回量水底无人载具，差不多30公尺长，船身是白色甲红色。回量最近伫宜兰苏澳展开海顶测试，有人看到有一只船家拖出港口，不过即马所传出2个伫海顶测试的时阵，有3个员工跋落海。中科院讲，这3个员工去入民间的工作船，
因为落雨骨骨无细日跋落海，第一时间就救起来送病院，人拢有平安。不过外界嘛好奇，这只惠龙研发的进度甲用途。惠龙的水下载具，它只是一个，据我了解是一供测试用的一个平台了。那日后如果有在任何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话，如果能够公开的话，再向社会再跟各位报告。针对惠龙未来敢会投入作战的任务，顾立雄是无讲较真明。那国防部过去捌讲到惠龙正做发展军民通用的关键技术，扩展海洋的资源。海军嘛，当咧规划无人系统的建案。外界分析，惠龙的第一阶段会正做水底装备测试的平台，研发若是有顺利，会当向水底突击艇的方向来行。在水面下放类似美国跟其他国家释放的水中文载具，然后定期的帮我们去侦测这些水下的水文资料。这个当然是可能的只是说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很慢。海文资料对潜舰作战还有水面舰的作战都很有帮助。政府强化国防自主，不过负责生产用型高教机的汉翔，所标出有工程师哪像伫社群媒体抛出各机各做机密的资料。针对这点，汉翔是赶紧发声明回应，讲航空开的资讯并不是机密，不过要是按规定，把这个工程师处分。我就尊重他们的专业判断，我们是使用的这一方嘛。那在服役中的这个永鹰高教机发现有任何的状况的话，那当然这个汉翔公司应该要去查明这个原因。空军甲中科院日前嘛去汉翔复查，顾立雄表示，若是确定有泄露秘密，会照国家机密保护法来处理。另外，有立委认为讲，汉翔治安的管控无够认真，内部管控机制嘛爱更较严格、较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阿拉巴马州，今年正月执行全世界第一个淡气死刑，这个月26用同款的方式执行第二届。这届受刑人是59岁犯人，伊伫25年前杀死3个人，佮少数要用精神病来脱罪，落尾互判死刑。这淡气死刑呢，是互死刑犯挂呼吸器，毋过干那送淡气，所以死刑犯会因为欠送素来死亡。虽然淡气死刑执行2届啊，毋过到大也有真大争议，因为受刑期间呢，这死刑犯也感觉真痛苦，可能就违反宪法的纪律。为阿拉巴马州这2届经验来看，受刑人是伏伫咧眠床顶，因的身躯拢会抖会喘，嘛一直要凉开。毋过矫正署的官员讲，这是身体的自然反应。事实上，氮气嘛用来做安乐死的方式，就安乐死的组织研发自杀舱，这外形看起来就亲像太空舱同款，是用氮气取代酸素，互使用者伫咧5分钟内死亡。这粒自杀舱呢，这个月伫瑞士头一届使用。虽然瑞士的安乐死是合法的，不过这粒自杀舱无医疗人员伫边仔监督。瑞士警方认为这不合法，而且是煽动人自杀，已经逮捕相关警员。美国阿拉巴马州捌伫今年1月执行全球头一个氮气的死刑。26暗头啊，伊佫以上款行刑的方式处决一个伫1999年枪击3人死亡的查甫人米勒，是全美第2摆执行氮气的死刑。行刑过程中，59岁米勒先伫轮床顶面一直刷，并且滚量大约2分钟，刷6分钟的时间不时伫喘气，最后伫当地时间下晡6点38分被宣告死亡。As the execution began, Miller said, "I did not do anything to be in here." However, I should note these movements were nowhere near as long or as violent as what we saw in January. 米勒是美国近1礼拜内处决的5名犯人之一，创下2003年以来1礼拜内上最处刑人数。其中头一段处决是发生第20，是南卡罗来纳州13年来头一摆执行死刑。密苏里州甲德州第24先后执行2摆死刑。奥克拉荷马州甲阿拉巴马州是第26处决犯人。尽管这敢代表各州执法单位多好安排差不多的处决的日期，伫美国执行死刑率每年下降的情况下，这个数量依然是引发注意。虽然阿拉巴马州已经执行2摆氮气的死刑，不过这种方式是不是造成酷刑，依然是有真大的争议。Miller was challenging this in a court fight, but he entered into a settlement with the state. But Miller was asking for things to make sure, things such as making sure the mask was fitted to his face,
and that he would receive an oral sedative before the gas was administered. 美国对1976年最高法院恢复死刑以来，处决人数已经达到1600人。甲最近行刑的州来比较，华盛顿州唯一的死刑执行数是第16，永远关起来，互该州成做美国第21个废除死刑的州。公视新闻杨眼编译。韩国宣布，为2017年开始要禁止食狗肉，政府嘛便代票24亿的预算，安置50万只狗仔，卖予饲狗场的业者来补贴。不过业者原来是无满意，上街头抗议，因要求政府上无爱补贴因3年收入，因才愿意收起来。南韩的人认为，伫热人食狗肉会当补身体，这款的传统风俗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不过，即马动保意识愈悬，加上食狗肉的人愈来愈少。南韩国会今年初通过禁止食狗肉的法案，会伫2017年正式实施。不过，目前韩国要是有超过1500间的养殖场，有要50万只狗仔是从饲来要食的。这狗要安怎处理，大概是真关心。 입양할 수 있는 건 최대한 입양을 하게 할 거고, 그다음에 자연적으로 자연 사는 경우는 그렇게 나올 것이고, 마지막에 남는 마리수가 얼마가 될 건지 그거는 이제 3년이 지나봐야 저희들이 알 수가 있을 것이고. 南韩农林特产食品部日前提出诱导的计划，强调会鼓励而且安排领养狗仔，绝对袂甲因安乐死。嘛会变1000亿的韩元，差不多代表24亿的预算，补偿这会受到影响的农场甲餐厅。 平均册每一只狗上济会当补偿60万的韩元，差不多大票14000块。不过，这款补偿的方案，业者是真无满意，拜二去首尔街路抗议。 합당한 지원 대책이 선행되어야 폐업하겠다. 그러나 이에 대한 것들 전혀 맞지 않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은 어제 의결했습니다. 최소한 정부가 생각하는 수익성의 3년분이 되지 않고서는 폐업에 동참할 수 없다. 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伫咧咱台湾附近西北太平洋顶悬，目前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一个离咱较近的，上紧下暗到明仔早起就会结做风台，而且有可能会直接扫入来台湾。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最快的话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台风的强度。那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强度上来讲，它是一个有利于它发展的环境所以我们预期它在它接近我们的时候，以中度台风这样的强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目前的路径预报上来看海警的发布 的机会是有的，而且陆警的机会也不排除，它也是有可能直接侵袭台湾的。 气象署表示，靠外台湾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2为礼拜开始会渐渐刷向北，后礼拜2、拜3上接近咱台湾，4到全台湾拢会落雨，无排除会发布海上甲陆上警报。秋天国际旅店起股不少业者已经在卖过年的行程，上抢市的是日本甲韩国。比起来，这国内旅游市场有较冷清。 有业者就建议政府伫地方加办一寡大活动，拼员工。若争取到更较侪外国游客，这旅馆房间过暝介绍，嘛有机会甲降落来。展览一个开放，侪民众都一日来踅。秋季旅游展览起股，真侪业者拢已经开始咧卖2025年新正的行程。就人做伙去，团费还阁会当拍折。若销路上介好的，要是日本、韩国的旅游。 为了避免日本的团费受到当地厝价甲物价压悬的影响，业者采二线城市包机的模式来降低机票的成本。那这也是业者看到的商机因为这样包机下来可以降低所谓的机票成本让包装的价钱也可以落在比较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甲出国来比，国民旅游相对是较无效。 不过，有业者上准台湾南部的商机，推出高雄直接飞去马祖的行程，已经卖超过6成去啊！日本银行业者针对国民旅游的市场来做调查，甲去年同期来比，超过5成2观光旅游的业者降价，平均衰退幅度有到20%。要靠国旅来提升住房率的话，我想一些大型活动的赛事密集的活动甚至是路跑这些都是对整个台北市的这个国旅住宿是有帮助的。未来国际观光客在政府的努力之下，不管说刚刚开放的陆客或者其他国际人士来，当然弥补了一般我们民宿的一个平日的营业额，肯定呢就让消费者认为假日就不会这么高了。旅游业者建议政府举办大型展览的活动，打造观光的焦点，来增加旅游市场的吸引力。
另外，嘛爱写更较侪国际观光客来台湾，互旅宿业平常时的收入会当增加，毋免拢靠休困日房间价数较悬来3天。迄若房间价数回归合理，嘛会当提悬民众住房的比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愈来愈侪人去买俗价航空，不过旅行社嘛有提醒，这俗价航空大部分的服务拢爱另外搁加钱。亲像飞日本，这行李甲税金加起来嘛爱上万块，无一定比传统的航空搁较俗。建议民众要是爱多多比较，较袂吃亏。杀行李到柜台办报到的手续，准备出国。疫情了后出国的人愈来愈多。今年1月到8月，桃园机场客运量将近30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37%。机中也有不少人选择俗价航空。这么近的过程就差了快1500的价钱，虽然说贵一点的可能多了饮食之类的，那就想说1500的话。还不如在香港多吃点东西就好啦。是刚好看到促销先决定地点或是看预计的价位，去选择哪一家航空公司比较能够符合需求，所以有时候也有可能会捡到普通航空的便宜票价。根据统计，俗价航空今年1月到8月客运量68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463万，上涨47%。旅行业者分析讲，除非抢到大俗买机票，或者是无需要另外加买行李的公斤数，那无目前买俗价航空飞日本，挂行李加税金，可能就要1万块。在廉价航空来讲，它可能所有的服务都是切断的，托运行李要加钱，然后买水要加钱，毛毯要加钱。包含20公斤的行李，包含餐食，算一算，真的比一般的航空公司差不多价格。旅行业者认为讲，机票扣掉行李的公斤数，飞机顶的食食服务看起来较俗。不过也提醒，若阵班机互取消，可能无补偿。另外，登机进前才发现行李贵重加超重费，也可能比一般的航空更较贵。不过，也有一寡俗价航空的航班是有飞二线城市的优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联合国大会有针对海水中悬的问题召开全体会议。咱台湾的友邦图瓦卢预估到2050年，首都可能有一半土地拢会去互海水淹起。图瓦卢的总理就希望国际社会会当永远承认因的领海范围，袂因为海水中悬就失去控制权。在南太平洋有9个宽型漩涡岛群组成的岛国图瓦卢，总人口数是11000多人。有6成居民住伫首都富勒富提，这片长条形的土地上下敢若20公尺宽。图瓦卢平均海拔的高度敢若2公尺。过去30年来，海面压悬差不多15公分，比全球的平均值是悬真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科学家预测，到2050年，富勒富提会有一半的土地去海水淹起。Livelihoods are destroyed, families gradually move, community cohesion is tested, heritage is lost, and eventually the very fabric of our n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threatened. 总理戴辉立25日联合国大会针对海面压悬的危机召开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把海面压悬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议题，莫甲气候变迁的议题连做伙，因为这已经对图瓦卢的国家主权甲身份尊属造成威胁。图瓦卢希望透过修改国际海洋法，确保因目前海洋的控制权。因若这都要通过向国际海洋法庭提案，或者是联合国决议才会当达成。Firstly, to ascertain the principle of statehood continuity as a tene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affirm that statehood cannot be challeng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of sea level rise. 根据了解，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每年会就海面压悬所牵连的国家领土主权的议题来发表报告。另外一方面，亚洲甲欧洲有15个国家甲图瓦卢签署双边协定，同意图瓦卢的国界袂因为海面压悬来改变。不过，伫太平洋作业批准的外国司法管辖区内底，敢若有台湾甲附近的国家会者签署支持图瓦卢海洋边界的声明。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巴西圣保罗厝是起甲办白市，为2003年开始，就有一个查甫人讲要替这个城市留遗产，就开始种树仔。20年来，伊种超过4万丛，当地政府予伊的心意感动，甲伊种的树仔列入去都市计划，嘛甲这片土地变做公园。
车路敢若蜘蛛网，加上一大堆正密的建筑物，这是大众对南美洲上好嘅城市圣保罗红蒙头树林的印象。不过对空中看，敢若旁修的建筑物中有一条是超过3.2公里、100公尺宽的青色的树林，内面有160个品种这么多的树啊，这拢总是73岁的达西尔瓦种的。Uma vez eu estava aqui nesse parque aqui e alguém falou: "Quem é você?" Eu falei: "Eu sou plantador de árvore e eu gostaria de ser lembrado como plantador de árvore." 达西尔瓦在20年的期间，就种超过4万丛树啊。以即卖汇率来看，伊一年就开22万的台票。2022年退休了后，达西尔瓦逐工拢来公园检查，看树啊敢是需要加，还是需要施肥。有当时手拍开染树啊，结果甲拄买的插机种落去，先线下面讲话。Convive com ela, converse com ela de vez em quando. Faz bem e não precisa tomar calmante para dormir não. Calmante está aqui, é natural e orgânico. 在变做公园进前，这块地捌是食毒的人聚集的所在，但即马不时拢有人来遮散步休凉。根据市政府讲，园区内已经发现45种鸟仔类。达西尔话讲，伊上尾目标是种5万丛树仔，接落来则甲家己的美事写作是种树仔的查甫人。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下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会。